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牧师要继续甲大家来分享有关西门彼得的一篇真特别的经历。透过伊的经历，咱来学习信心的功课。今日的题目是波浪中间的信心。波浪中的信心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波浪就亲像咱人生中间的困难挑战，伫困难挑战中间学习信心。咱拢是生活伫一个真多变的世界中间，有太侪代志，咱无法度掌握，明仔载会安怎，无人会知影。伫即款的情形下面，真正需要有真大的信心，特别是咱遭遇着困境、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伫大应中间需要有信心，这是第一个意思，也是咱爱学习的第一个方向。另外，波浪中的信心的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指咱信心的状况。有时阵，咱的信心就亲像浮伫海面上同款，悬悬低低，有时浮，有时沉，有时真有信心，有时却无信心。这款的状况，要怎去面对？这是咱今仔日爱学习的两个方向。今日受上帝的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请做阮的牧者，愿阮牧养阮到永远。主，你的供应，互阮无抵到欠缺，因为你的供应是无比的丰盛完全。你也为着你的名，透过你的话语来引带阮行正直公义的道路。检察阮有时会行入死荫的山谷，阮也毋惊灾害。因为你要成做阮的保护。主啊，这个时刻，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，全心全意服侍敬拜你，要认真听探你的话。阮恳求你教阮三甲之地，安静阮的心，互阮心灵的服侍是你所欢喜的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咱今日所看到的这段经文，是记载伫马太福音书。其实相款的经文嘛，记载伫马可甲约翰。这三本福音书内底拢有记载，其中马太福音书所记载上界丰富完整。咱今日所读的马太福音书有一段记述是马可甲约翰因无写的，就是彼得甲耶稣的对话，以及彼得后来沉落海的这个事件。不过有一项是相反的，就是这三本福音书拢将这个故事编辑伫耶稣基督用5块饼2尾鱼，互5000人食饱了后。约翰福音书有交代耶稣基督会离开群众、四散群众的一个主要的因素，就是因为众人看伊用5块饼2尾鱼所行这个行列了。有群众就讲，这人一定是要到世间来的迄个先知。耶稣知影伊要诱调伊，强迫伊做王，所以伊家一个人闪避到山顶去。咱来注意这段经文，因为伊提供等一下咱要解说经文的一段背景。这件代志了后，就是5块饼2尾鱼的行列了后，耶稣马上随门徒上船。先渡过到对方，等伊四散这群众。咱头前有提到，为什么伫5块饼2尾鱼这个行列了后，耶稣基督会催逼伊的门徒赶紧离开迄个所在？这甲群众的态度有真密切的关系。因为耶稣所行的行列，这群众已经将耶稣看作一个领袖，是一个有教育能力，带领因去对抗罗马帝国的英雄。也就是咱常常提起的政治上的弥赛亚，就是伫政治上要带领以色列人对抗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帮助以色列会当独立建国的一个英雄。咱看见着耶稣用催逼这个字表示，伊的态度是真紧急的。伊可能已经发觉群众的反应会互这件代志变成最严重。咱来明白。耶稣的行动已经引起希律的注意，
现主是群众佮误认耶稣做政治上的弥赛亚。进前佮发生惊死的约翰被杀的事件，所以而且伫即个时阵，也未到最后的关头，也毋是耶稣基督要牺牲的时阵，所以伊就催逼门徒赶紧离开迄个所在，而且是渡船到对岸，甲群众保持一段距离。接煞耶稣就四散群众，群众四散了后，伊就家己去山岭祈祷。到暗时，佮犹原留踮伫遐。伫遮咱清楚看见着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但是耶稣也常常透过祈祷，甲天父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。这是伊得到快乐的秘诀。所以伊家己上山去祈祷，一直祈祷到暗时，也佮留踮伫遐。伫耶稣的生涯中间，咱常常看见着，伫伊真重要的时刻。伫迄个关键的时刻，伊特别加强甲上帝的亲近，也是透过安尼来得到智慧甲能力。圣经安尼讲，迄个时阵，门徒的船离开岸已经真远，因拄到对头风，就是逆风，所以伫波浪中间摇来摇去。这时阵天要光，耶稣就伫湖面、伫海面门徒行去。门徒看见伊伫海面上行，非常惊吓，讲是鬼。因大家拢惊吓叫起来。耶稣马上对因讲：“放心，是我，毋通惊。”咱来注意，遮天要光的时阵，可能是早起时3点到6点的时刻，也就是和合本圣经所讲的暝是4更天的时间。加利利海有一个真重要的特性。就是时常会有突然间的大风吹来。咱过去分享过耶稣平静风影的故事，迄个时阵就解说过，这种大风伫加利利海是会突然间出现的。就伫这个时刻，耶稣因行来，门徒发现海面上有人咧行，看见着这个超越自然的现象，所以因非常惊吓，认为是鬼。为什么耶稣会有能力会当行伫海面呢？咱实在无法度用咱人的理性来了解。但是圣经就是安尼甲咱讲，耶稣基督就是充满超自然的能力。耶稣看见因惊吓，就马上对因讲放心，是我，毋通惊。咱来注意，这是我，这个原文是讲我是啊，这是伫旧约圣经中间。摩西去看见着上帝，摩西问上帝叫做啥物名的时阵，上帝就是用相款的方式去回答摩西。所以我是上帝自我启示的称呼。照这节的经文的意思，这是耶稣唤醒门徒对伊的明白。意思讲，恁通放心，我就是创造天地大海、掌管风影的主，所以恁毋通惊。接下这段就是马太福音特别的资料，伊记载彼得这个时阵就对主耶稣讲主啊，如果是你，互我伫水面上行到你遐去。耶稣讲来，所以彼得就对船顶落去，伫水面耶稣行过去。一开始伊可能也行了真平稳，但是伊目睭只看见着风真大。心内就惊吓，就开始往海底沉落去。这个时阵，伊就大声喊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马上伸手摇调伊，对伊讲：“你的信心太小，为什么摇伊呢？”因就上船，风影就停去。船顶的门徒拢向伊跪拜，讲：“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”这是今仔日的经文背景。咱做伙来思考这段经文到底对咱有什么款的信息？伫这个故事，咱看见的第一个信息就是，信心是一个持续的功课。一开始虽然有信心，但是真有可能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就失去信心。这其实是咱信仰生活一个真大的困扰。咱有时
会真有信心。但是有时阵面对困境的时阵，好亲像信心真容易受到打击。咱看见一开始的时，彼得真有信心向耶稣行去。咱来知，伫耶稣的学生中间，彼得伊的个性是真匆忙、真爱冒险，感觉上真大胆，感觉上真有信心。但是这种信心，通常是出自伊的血气，伊一时的热情，毋是真正的信心。所以对真侪经文中间，咱知，伊总是一开始真有信心，对家己真有把握，但是一旦拄到困难，马上就失败。真正的信心，毋是出自家己的判断、家己的感觉，是出自对上帝应允的坚信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至少拢有彼得的性格。有时阵，咱会冲动、会冒险，咱有这款的心智。这点伫信仰顶面是可取的，因为伫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如果若无冒险的精神，真困难有所突破。但是，这种信心爱持续落去，才会当产生效果。这一点信心的功课是咱爱反省的。而且咱看见着有两件代志去影响信心。第一项就是关系肉体的层面，就是咱的目睭。圣经中间讲，彼得对耶稣讲：主啊，如果是你，互我伫海面上行，到你遐去。耶稣讲来。彼得就对船顶落去，伫海面耶稣行过去。但是圣经中间记载讲，伊一看到这风真透真大，心内就惊吓，就开始沉落去。彼得原本真有信心，因为伊一开始伊看见耶稣伫海面上行，所以伊会当行踮伫海面上。结果后来伊一看见着风真透风真大。心内就惊吓，就开始沉落去。可见目睭甲信心有真大的关系。咱真容易受目睭所看见着，去影响着咱的心内的信心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因为咱活的是凭信心，毋是凭目睭所看见。咱目睭所看见，如果拢是注目伫困难，真容易受影响，就失去信心。咱爱用心灵的目睭去看迄个通我靠的耶稣基督。另外，咱也对耶稣甲彼得的对话中间明白，犹豫甲信心有真大的关系。耶稣讲：“你的信心太小啊，为什么犹豫呢？”犹豫原本的意思就是讲，这件代志来分做两边，伊讲一边安尼想，另外一边搁想别项。但是真正的信心是安怎？爱专心全意集中伫主耶稣基督身上，对耶稣的应允有信心，毋是出自家己一时的血气。圣经中间伫雅各书第1章第60到第80安尼讲，伊讲：恁凭信心求，袂当有淡薄的犹豫。犹豫的人亲像海中的波浪，互风吹动，起起落落。这种人三心两意，摇来摇去，毋免想要对主遐得到啥物。所以咱看见着这两件代志影响信心，一项是目睭，一项是犹豫。而且目睭所看见，甲心内犹豫会互相影响，互信心袂当持续落去。所以咱爱针对这来操练。相信最近大家一定有注意到奥运的比赛。咱伫咧欣赏运动员咧比赛的时阵，其实咱爱明白，到奥运这个战处，实力其实大家拢差不多，输赢往往甲心理的素质有真大的关系。有一寡比赛明明是实力差不多，结果一开始有一点失误了，发现精势无好，就兵败如山倒。但是一流的选手，毋单单是技术好。伊心理的素质也好，虽然面对着困境，总是会当突破，袂去互目睭所看见的困难所拍倒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信仰的道路，嘛亲像一场的比赛同款。
请咱爱认真研读上帝话，记住伊的应允，然后将咱的目睭注神去看耶稣基督，心内对主耶稣基督的应允无犹豫，互咱的信心会当持续落去。接续这段经文也互咱第二项真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咱人拢有可能有软弱的时刻，要怎去面对生命中间软弱的时刻？圣经中间记载有关彼得的软弱，真值得咱感谢。圣经的作者无隐瞒这个事实，因无因为惊迫害彼得的形象，无将这个代志放伫福音书中间，互咱今仔日会当透过咱所看到来学习。彼得虽然是耶稣基督上界重要的学生，伊是使徒的代表，但是伊嘛有软弱的时刻，嘛有跋倒的时阵，嘛有信心不足的时阵。但是当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大声喊出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伊无靠家己眼睛，伊知影爱求救。伊一旦喊出“主啊，救我”，耶稣就伸出援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有时阵嘛会拄着困境，咱毋通过头勉强，想要凡事靠家己来面对。咱应该爱求主帮助咱，求救并无见效，何况咱是听咱的天父上帝来求救。主啊，救我！短短4个字，包含对主的尊重甲信任。一方面承认家己的不足，另外一方面表明主的能力甲疼痛。咱告别主耶稣基督，是咱危急的时阵的避难所。接下来咱看，当彼得大声喊讲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圣经记载讲，耶稣马上伸手救掉伊。咱看见主的帮助是及时的，虽然咱也信心不足，但是上帝恩典就是遐尼大。伫这个故事中间，咱看见着彼得未永远失败，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甲伊三甲伫地。伊搁一遍去经历着主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伫耶稣伫伊需要的时阵，就伸出援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嘛是同款。咱的人生中间，可能会拄着大风大影，但是咱若用教义的信心来倚靠耶稣，就会得救。这是稳定的信息。最后，咱来看彼得决定冒险伫海面上行的时阵，就决定伊会经历上帝更较侪稳定。今仔日咱检查去看见着彼得的软弱，看见着伊的信心真细，但是相对其他无愿意冒险的使徒，咱发现着彼得事实上比因更较有勇气，更较有信心。因为彼得愿意冒险来试看卖，咱深信伊着经历上帝更较侪稳定。耶稣救彼得了后，伊无得安尼就结束。伊责备彼得讲：“你的信心伤细，为什么犹豫？”这毋敢若是责备，这是一个教导，互彼得学习更较侪。耶稣是咧对彼得讲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课程。对答了后，你爱更较有信心。我是甲你永远伫地的上帝。咱看见着主耶稣伫国外要上天交代使徒的大使命的时阵，嘛特别应允。伊安尼讲，伊讲爱其日，我要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有这款的应允，咱的确更较有信心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嘛是安尼。如果咱若愿意为着上帝来冒险，突破家己的限制，深信咱也会经历上帝的大权力。其实我对细汉到大汉，拢是一个真避暑、真内向、袂晓去交际的人。当初去读神学院的时阵，真侪人拢感觉真着惊。遮尔避暑的人是毋晓做牧师。但是我也深信，愿意为主服侍，一定会让得到上帝的帮助。我选择服侍的道路，是突破真侪我的限制的冒险。但是我也因为安尼经历
更较侪上帝恩典。愿上帝祝福予各位，互咱每一个人拢会突破咱的限制，共同为上帝来冒险，凭信心来领受主极大丰盛的恩典。愿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全能的上帝，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对阮无比的慈爱，亲自拣选信靠你的人，成做你的儿女，互阮会当借着你的囝耶稣基督去体会对你遐来无私的疼，也互阮借着信靠伊来成做有愿望的人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阮，阮恳求你赐了丰盛的信心，互阮伫人生的旅途中间，随时倚靠你来赢过困境甲挑战。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